大家好，我是大鸡哥，好久没有更新段子了，因为让某些人给我举报了啊，封了几天，给我憋完了。今天呢，现在是9点50分，晚上9点50分，镇江的老弟来做一台年租月付，一台14年的捷豹 XQL 3.0版本的，月租金是多少钱4650，押金呢1万3。为什么选择大鸡哥？那个就是咱们黑龙江一左一右，我也看了好多家，感觉你家比较靠谱，很靠谱，是不是？还是那句话，36期给你过户，还满36期。如果要是说每个月遇到困难了，提前跟大鸡哥讲，我会给你很大的宽限期，不会收你的车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想做年租月付的，抓紧联系大鸡哥，几十万车型供你选择，有新车有二手车。现在我们签合同，走，上楼。悠悠戚戚想話不斷，冷冷暖暖一片何怨？視線碰上你，怎不心軟？唯有